继续是正大消息，来看国民党昨7月23举办着全国代表大会，正式来提名侯友宜，将做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。伫咧台顶上届引起注目的就是秃子、燕子、汉子，也就是韩国瑜、罗秀燕甲侯友宜再度来合体。同迄个时间，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是伫咧面册来发文章，讲会互大选甲政治带来新的风格。郭台铭佫伫咧文章的下骹留下4个表情符号，就是投票、好、爱心甲台湾。因为郭台铭是姓好的，所以就有支持者来解读，讲这4个暗号所讲的就是票投郭台铭，讲这就是郭台铭的参选的宣言。也毋过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讲，这只好所讲的是马英九。秃子、汉子、燕子也合体了。国民党723全大会现场的气氛是闹热滚滚。救台湾！同一个时间，郭党也来到花莲乡亲活动选，气势嘛真旺。国民党就花莲县长徐正伟嘛来真招待，就算无讲要参选，不过郭党的伫咧面册顶铺文，留下4个表情符号，投票好、爱心、台湾，继续伫咧发讲，感觉是上好的郭台铭的参选宣言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安尼解说：我们大家都爱中华民国嘛，我们用共同的目标来爱中华民国。首先，知道老虎是谁吗？老虎马英九啊。我到花莲去参加活动，我想回来再给大家报告。只只好有无共款的解说，不过朱立伦是要南北合作，去互民进党总统参选前官员提笔会，根本无讨论过价值理念敢有合。柯市长也是很忙碌啊，不管立法院党团或幕僚的协调上面，大家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共识。那我们逐步的把这样子的一个堆叠起来，我相信最后我们就会水到渠成。符合但贵党的解说，安那回到团结之地，都也会看到解远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